客家天师生命主言内容，用人来辩论，最后毕业辈会看到新的解脱呢，会个太人气象的。当然唔单止会继续享受客家文化，也会同台湾、同世界连接。我哋专访行政院长毛次国，谈伊对国家对客家嘅政策理念同做法。今日开始到8/5会播出一个访谈嘅内容。毛院长亦强调，每年係貴重要嘅資產，也因為天朝愛同教育單位來結合。伊也講到有一擺機會而發現，而怕係行人咯。睇客家電視12周年嘅時間，我哋非常難得到有一隻機會來訪問行政院長毛次國，伊要同我哋講一下，伊對國家韓國客家伊嘅政策理念韓國做法係乜嘅。院長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客家鄉親，大家好，我係行政院院長毛治國。觀眾朋友應該都會很好奇，就是您跟客家的淵源是有沒有淵源？就是您的從小的生長環境當中，跟客家有關係嗎？您對客家的印象是什麼？我自己的妹婿是客家人，我從小是在台中長大，那小學大概沒碰到客家同學啊，但是到了中學啊，那就有從這個苗栗啦或者是那時候台中市，從台中縣的東勢啊的那些地方來的這種同學的這種客家同學，所以中間有很多我們後來變成很好的朋友。不過我剛剛一開始講很遺憾，我當時沒跟他們好好學客家話啊。我也可以透露一下這個。一個小秘密啊，我是在一個意外的場合，我發現到我這個姓同宗這個祖先當中有一支他們跑到廣東翠亨村然後他們在滿清末年呢，跟翠亨村裡面的姓孫的大戶，也就是我們國父孫中山的哥哥那個孫德芳。他們一起移民到夏威夷當華僑，而這一批華僑呢，是夏威夷的華僑廣東去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客家人，所以他們組成客屬這個中經會，所以那個毛是客家人，所以以這樣來推的話，我發現我大概也可以算。我大概可以算是不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哦，真的嗎？所以那個追溯是真的，您覺得是有？那個是可考的，我要這樣講。我們都會開玩笑說，語言文化像肝一樣哈，它是沉默的器官，就是它如果這個比喻很好。它如果你不會覺得它痛，但它不見了，它沒有功能了。你可能就很難救回來了。那在客家文化的傳承保存的部分，院長覺得您比較重視的是哪些部分？客家文化我會覺得是或者這樣講好了，我們先從政府過去這幾年做的一些事情來說那麼起碼馬總統上任以後呢，大概他先通過這個客家基本法然後基本法通過之後。那麼他也把客家文化的發展就是有重點區域全台灣有幾個重點區域，甚至也在這樣一個想法之下，我們來推動那個客家那個南北兩個園區我們也把它建設起來。然後另外呢，就是說這個有一個叫做公示語言制度，就是反正你辦公場所那麼客語是一個選擇。另外像國家考試，我們也增加客家事務的這方面的這個類科等等那麼所以我覺得這些大概也是一個透過一個立法的程序，把整個算是對客家友善的環境，我們把它創造出來。那麼在所有這些工作裡面我自己會特別注意到語言的問題它是一個保持自己的這個識別性以及彼此族群之間的認同感，那甚至於呢，像這一種語言能夠保存，也代表文化可以保存。然後這個文化可以保存，事實上也可以讓它可以持續在跟
其他的其他的族群，台湾其他族群能够进一步互动，这个可以讲就是说保持台湾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工作啊，所以在这些地方，就是像那时候我碰到刘主委啊，我也特别提醒，就是说在这些地方啊，我们不论怎么做都不会错啊。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去做各种推广。那我是另外特别提醒他，就是说这一部分的语言学习一定要结合教育部他们等于说是有本土语言课程甚至有就像这方面的这种想办法要有时数，或者是要想办法能够纳入他那个知识的安排里面。那像这些课程开放的，事实上并不见得一定是让我们的客家小朋友可以去学事实上其他的族群的小朋友也可以去学这个多一种你本身不是客家族群的，你多学一种语言，怎么说也都是一个资产从某种角度来讲。